點解呢啲雙子、褲子、孩子、襪子、凳子、桌子、杯子喺粵語後邊都唔使加子呢？點解喺粵語就係雙、褲、鞋、襪、凳、杯、台？點解後邊冇子？因為呢，元朝嘅時候，佢嘅統治者咧係蒙古人。蒙古人呢，佢哋唔係講唐宋古漢語嘅。佢哋嘅聲調呢，冇8個咁多嘅，因為唐宋時期嘅聲調呢係有8個，而且有好多各種各樣嘅發音，咩閉口音啊、短促音啊，全部都有。但係蒙古人佢哋嘅發音系統好簡單，於是佢哋嘅語言去講好多嘅事物呢，就出現咗好多同音字，就用一個音可以表達好多事物。譬如話呢個鞋子的鞋，鞋帶的鞋，對吧？跟傾斜的斜，在普通話是同音，對不對？對。但是在粵語呢，鞋、攜帶、傾斜、鞋、斜、攜，係咪？3個字喺粵語都係唔同音嘅。但係當時蒙古人呢，佢哋發音系統冇咁多，於是佢用3個字都用同一個音嚟表達，就係鞋。但係咁樣嘅話呢，你點知佢講緊嘅係傾斜啊，定係鞋啊，定係攜呢？唔知，所以呢，就要喺一啲名詞後邊加一個後綴子，咁樣大家就知道佢講緊嘅係乜嘢物品啦。譬如話，你攜帶一雙鞋子給我，鞋後邊加個子，就知道佢指嘅係鞋子。但係用粵語呢，你唔使加子㗎，你攜帶一對鞋就得啦，因為粵語佢係更多聲調、更多發音。